后来过来是有议员接到民众来投诉，讲暗时10点了后，新北坐温环状线的阪神站甲新埔民生站无运务人员咧执勤，敢若剩一个保全，民众担心会变做无人车站。新北捷运公司来回应讲，即卖部分的车站当咧试办暗时10点以后联合来执勤，不过每一站一定拢有保全，民众若有需要，会当请保全来帮忙。离峰市区的邦新捷运站也是有未少的旅客。环状线作为新北重要的交通运输网，严格数人发现讲，暗时10点了后，才敢若保全无运务员。还好，不会担心，因为这边算还很热闹啊，离板桥车站很近啊。因为好像也没什么需要用到站务人员的地方。在深夜的时候，我们在车厢内拍的影片。这是一个无人驾驶的列车，所以不会有随车人员吗？不会。还会有站务人员吗？你需要我还要拍？一样有站务人员。你需要我还要再给你看站务影片吗？严格也是有议员烦恼讲，暗时10点了后，环状线变无人车站。新北捷运局的局长嘛是无傻傻，捷运站哪有可能会无人呢？捷运公司的同仁告知我什么嘞？他告知我为什么大家都不留下来？他说全部离开。全部原本北捷帮我们找的人全部都离开了。你讲的这个安全问题，我会后会去查明这一定要有一个安全，而且便捷、很安全的一个环境。负责营运的新北捷运公司是回应，原来是为着检讨夜间分析运量和每一个车站的特性。目前当咧试办夜间休班前，运务员实行联合执勤，参像中间站和邦新站。以及邦桥站加新埔民生站，拢是由同一组的运务员执勤，而且每一站拢有配保全。以捷运路网来看，中间站到邦新站，这捷运大概2分钟；邦桥站到新埔民生站，这捷运大概4分钟。新北捷运公司强调，若是民众有任何需求，保全拢会当提供协助。严格这么大捷运站，夜间敢若一个保全，若是真正碰到状况，敢有法度一一来排解，莫互市民加烦恼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